政府目前甲中照机构的居民甲照顾服务员列做是注疫苗第5类的对象。湘北市也安排领补会当注大生，不过对民间团体表示讲，替人拼厝内，甲人做过来顾囡仔也应该爱大生注疫苗，应该列入去第7类内面。接触小 baby 啊，然后又是做菜又是我喜欢的。做过所有14档的林小姐，时常就伫雇主岛来往回，顾囡仔甲产妇。即马因为疫情做工课时间缩短，嘛搁较爱谨慎细腻。每天去的就是刚生完产从医院回来的这个产妇，还有刚出生2、3天的新生儿。其实我们没有打疫苗。其实对他们来讲，他们现在抵抗力是最差的时候。像林小姐安尼由妇女团体安排到人厝来服务的，阁有居家清洁、家庭照顾人员，因为真侪是单亲也是中国就业的妇女，有的雇主惊因是防疫破口，叫因停工。但是目前政府已经甲带hiệu型的长照机构的住民、照顾者列入第5类的疫苗注射对象，湘北嘛将年母列入优先的名单，这个团体认为无应该将因排除在外。做这个工作的人，你不分你是公费还是自费的，只要是实质上的这个居家服务、家庭清扫、清洁、送餐这些人员呢，就是列入他的优先顺位。妇女团体举例，因内底有10多名的家庭清洁员，需要到将近7000个家庭来服务，平均一个人服务6.9个家庭。因呼吁政府应该把这个工作者列入第7类的疫苗注射的对象。对民间要求，行政院表示无意见，阁要由指挥中心做专业评估。记者陈嘉文、刘水采访报道。